Excuse me. Excuse me, sir. May I offer you the chicken or the fish today? Sure. Enjoy your meal. 哎，小姐你好，请问你今日想要吃鸡吧，还是鱼吧？好，你想要点啥？没问题。来，大家用哈。我买牛吧，Coffee tea for me 。你是要让人去食罗赖吧板手，还是啉烟熏油鸡油啊？歹巴肚的。你卖啰嗦啦！你考试我紧张到要死，你讲你边拍哪凉？拄只你咧演的时候，我认真看，演了有小可较假，这效果唔是讲真好。啊，你哪还早？甲你送早顿。唔是甲你讲唔免送早顿。其实是昨暝我无困好，7早8早就精神。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，啊，双手空空来，佫歹势。哦，这你搞勒索。好啦，你问。啊？哪个派出所去啊？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讲安怎是外地人，伊煞因为安尼一直咧做恶梦。啊，你想怎要那个讲？我讲是事实啦，只是我唔知影，安尼对伊的影响会遐唔大。唉，其实的想法我了解啊，迄都是一种认同的问题。啊，不过嘛真简单啊，你就互伊一个证明嘛。要安怎证明？比如讲，互伊寄户口伫恁兜，啊，你毋是上客人啊？当然啦，嘛是爱问看因厝内人敢有同意。这户口伫阮兜。唉，迄无可能啦，伊连身份证呢？伊身份证安怎？身份证。阿辉，你真有够厉害！我有想法，你真正是 wonderful。多谢你，我来去啊！你有啥物想法？你无甲我讲，你敢有意思？安怎？师傅，你想做干嘛去嘛？师傅啊！奇怪。哎，回来啊！有你的批呢？哪有可能啦？真正有你的批啊！哦，哪有可能有人写批给我啦？那会无可能？拍开看嘛。这是送你的，你的身份证。我的身份证，你做啊？真成啊！哎，后壁你要家己写，小可有介意无？我家己写咧。你安尼好做伪造文书，我掠去关哦。连这你也知？当然哦，我有看电视啊，电视新闻拢有直播。你安尼做是犯法的。我煞唔知影犯法，我有查过啊，伪造文书啊，至少嘛判5年，所以这件代志绝对袂当互其他人知，尤其是警察，要若无恁师傅，我就红姑皮溜溜啊！你是安怎要做一张假包的身份证？这嘛袂当证明啥物啊？身份证虽然是假，也毋过你是阮上客人，嘛是我的师啊，这是真的。所以讲，身份证是假的，也无感情是真的。你一定要记得哦，袂当互任何人发现哦。
以后若无恁师傅我，都会互掠关啊。有这个身份证，以后你应该都袂阁做恶棒啊。多谢师傅，我今晚开始，我是上客人啊，我是上客人啊。毋那是安尼，你嘛是阮树纸纸的一份子，咱是一家伙啊。师傅，